以前咪人咪玩兩種情咯。兩種層淘汰有幾國家噃？幾國家呢政策淘汰，佢話兩種層後有，事實就係兩種層你發動機係好靚啊！係住客對人做工嚟講，對做工嚟講係住客。NSR 嗰個發動機好靚㗎。你開發嘅時候，你未知嗰啲叫做開發，即係部車夠一個分轉，一上咗一噸個分轉之後，佢對一個閥門係控制佢哋，一個閥門出嚟控制嘅又靚嘅咯，一個閥門突然一打倒，一下上1萬分轉，恐怖嘛？嗰條車上1萬分轉，你知係咩概念？啊，發動機1萬分轉喎，你1萬分轉即係鬥一啲。當一日一個分轉俾我咋，1萬分轉鬥一啲，有個10，係咁恐怖啊！你落賽場鬥一圈，你膝頭磨穿，膝頭磨穿，手掌都磨穿啊！咁你話你一片彎，佢肯定輸第一部車嘅比較低位，你磨膝頭嘅。佢如果前踩係靚嘅，佢會輸低啲，你仲似貼地佢磨手掌啦。2,000 years later。好。佢哋有電先啊？有電啊？通得到電咧？有電啊，紅嘅，有電啊。揸唔到，鎖。要攞遠咗鎖匙。而家一個油泵，漏油咪啲空檔啦咁。係一個係香港，你睇睇佢燈個。有啊，有燈啊。夠電。喂，日砌我那日係空檔㗎啦。係空檔㗎，咁咪空檔燈。空檔燈咩 N 咩？咩一個咩？一個吧。一個咩啫係嘛？我都唔係空檔。加啲油。唔知。係咁，我知道個電池唔同得咁快，應該識個用嘅。唔得噃，唔知噃。哇，鎖咗㗎。唔得。Oh God, please no, no！ 玩舊車喎，唉，唔好啊，千祈唔好玩舊車啊！